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昨天有18例带病入境，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针对中间以披萨实验室确诊的案件，国内的接触者内底，即马是检疫拢期满啊，检出来嘛全部拢阴性，所以指挥中心宣布结案。另外，即马已经开始做第3档疫苗啊，部分牌子拢会当做。开放的头一天，就有1万多人去注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拜6、25无新增加本土的病例，也无死亡的个案。不过境外移入病例新增加18例，其中以美国甲越南入境各6例占上多，有17例是属有突破性的感染。入境日介于今年的12月10号到12月23号。那这18个境外移入个案里面有17例都是属于突破性感染。另外，中研院研究助理为着事件，除了已经完成初步的调查结果以外，25更加传来好消息。为着女助理案例16816的密切接触者，总共有110人列做自主隔离。另外，373人列做自主的健康管理，也是监测检疫基本采检全部拢是阴性，疫情无搁摊开，所以指挥中心宣布结案。监测到12月24号，没有新增的相关接触者通报，所以中研院这个部分予以结案。另外，疫苗注射部分8类免疫较低族群基础的加强社，临时开放注射头一天至231人。另外，第3档的追加社是至11000多人，其中莫德纳有9000多人，高端有226人 ，BNT 至1000多人。从12月7日开放至第3档以来，一天内底上多。这段过来头一档的疫苗注射率是79.76%，第2档是66.95%，追加社是0.4%。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国内物价是起价，毋但卫生纸的厂商讲明年确定会起价，即嘛有袂少连锁的火锅店或者是餐厅，嘛拢讲要调整价格。目前中央已经成立稽查小组，要来确保业者无乌白起价。咱经济部长王美花讲，进口的成本运费确实是有咧压悬，会继续来了解起的介绍敢无合理，嘛会调查敢有囤货情形。货架顶面有各种品牌的卫生纸，而即阵有生活百货推出多品牌来促销，介绍无起价。像这款100抽10包的抽出式的卫生纸，原价一袋是139块，拍折了后只要107块。另外有这种抽出式卫生纸，一袋24包，对279块降到229块，就是要消费者买到较俗卫生纸。就是先囤货啊，对啊，不然到时候涨价了，物价上涨嘛，然后我们薪水又不是说很高，然后为了家庭经济，所以大部分都会在还没有涨价之前，都先把它堆积起来。最近物价是一直起，其他有5月火这卫生纸品牌永丰式也宣布年后要来起价，面上钱包也是大揪水，为了避免有厂商挑工要来大起价。法务部经济部长来成立跨部会物价联合稽查小组，临时展开头一波的稽查行动。对着最近已经起价而且有指标性的连锁火锅店、素食店、特色的料理餐厅这品牌业者来进行实地稽查作业，并且请业者提供具体起价原因、品项、起价幅度、供应商名单甲相关组成资料，并以来查证业者要起价的合理性。相关的民生物品哈，特别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卫生纸，那我们其实都有跟业界有了解相关的状况。那在进口材料跟运费的部分，确实成本有上涨，也会来稽查相关的价格的涨幅合不合理哈。那囤积的部分我们也会去稽查。经济部强调，伫即摆稽查摕到相关的资料了后，稽查小组也会对业者起价合理性，并且对上游供应商是毋是有挑工要来炒这个价销，也有囤货这代志来调查。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涉嫌违反公平交易法、广告不实在，也是刑法想要来查管交易介绍这行为，会依法来严办。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来看联合报。Omicron 病毒滚价，疫情阁压起来。上海浦东机场对昨日饭店开始，防疫措施开始有限。无人机载人客到机场了后，都要特别加强消毒。即使坐机纸时间拢去测到，嘛影响旅客回国甲住防疫旅馆的时间。中央航空宣布，为即马开始到明年的2月初3，中央甲立营这2间航空公司对上山、高雄飞去浦东机场的航班是暂时暂停服务。
咱来看自由时报，目前全国排队等要去毒品戒治所戒毒的人有甲6000人遐尔济，其中是以新店戒治所差不多是4000人占上济，若中部、南部甲东部拢总是2000外人。再来是中国时报，劳动部公布上新领失业给付劳工就业关怀调查，内底指出，领失业给付了后，有阁找到头路的劳工内底，45岁以上的劳工失业了后，有超过1/3无阁去因头路，是所有的年龄层内底上济，而且就算有找到工课，薪水平均嘛减6000块较加。所以咱来关心天气的消息。今仔日早起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有比较较冷。气象局发布低温的特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桃园市，敢若11度。咱做伙来看温度。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有较寒。中央气象局发布湘北地区也有金门县、柑仔色灯号低温的特报。因若今仔日的温度可能会是10度，或者是伫咧10度以下。另外，受到华南云雨区甲东北风的影响，今仔日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的大雨，基隆北海岸、台北、新北、宜兰嘛可能会落大雨。所以咱来关心这个消息：台湾甲日本的执政党昨日办2加2的会谈，针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是表达真欢迎，嘛关心咱台湾敢会解除福岛食品的禁令。昨日下晡，外交部长吴钊燮甲日台交流协会代表专入台做伙参加活动的时阵，专入台讲，食品安全应该是以国际标准来判定。若台湾什么时阵会开放福岛的食品？吴钊燮讲是还无时间表，不过有受到辐射污染的就袂进口，若无污染的就无应该限制。广州杯外交部长吴钊燮甲日台交流协会代表专入台顶人，以日本传统敬开仪式，展开日台之心圣诞音乐会市集。台日代表展现友好交情，也不过外界关心的也是这个话题。没有时间表，但是有关于日本食品进口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国人都非常关心那个食品安全。那政府绝对会为食品安全把关，辐射污染的是不会进口，但是如果没有辐射污染的，我们就不应该做任何的限制。台日执政党2时进行2加2会谈，虽然日本自民党对台湾加入 CPTPP 表达欢迎，也不过放下福岛食品敢会当解禁，也是加入的关键。吴钊燮强调无时间表，日台交流协会认为福岛食品甲 CPTPP 无连接会等待台湾的决心。福岛的食品问题和那个 CPTPP 我们没有连接，国民的食品安全问题是还是台湾政府他们要负责的，按照国际标准和科学的标准来进判断，等待着台湾的自己的决心。庄如台指出，台日双方并不是完全无对话，所以福岛食品敢是开放会等待台湾的决心。另外，最近拄返来台湾的驻日代表谢中庭并无出席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缅甸东南部克亚邦2时半暝发生大屠杀。在地居民讲，伫路顶有2架货车甲1架轿车互放火烧，车底有超过30具遗体，还佫有囡仔甲妇人的衫裤，那像是按算要逃去南边营的路顶，去互缅甸军方发现抓互杀害。当地人权组织讲，互放火烧的车底有包括老人、妇人甲囡仔在内，拢总30多个人。当地居民表示，受害者是要去南边营的时阵互杀害的。因为缅甸的官方媒体是讲，缅甸军方拿查到那像是克伦尼国防军可疑的车辆，因为对方无停车，佮攻击军队，才会发生这个冲突。2022年剩无几天啊，全国下年的活动因为受到 Omicron 的影响，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拢已经宣布要取消下年的活动，嘛无要办啊。因为泰国甲杜拜讲会如期举行，不过会要求来参加的人拢爱有做过疫苗的证明甲阴性的报告。全球跨年活动的指标，就是纽约时报广场的水晶球倒算时间。
不过纽约疫情因为奥密克戎感染真紧升悬，市长贝斯福宣布，今年纽约跨年活动规模救水，原本会当容纳5.8万人的世博广场，今年只开放1.5万人进场，需要全程挂喙罨，搁再证明是本人的相片5岁以上的儿童，需要提供主疫苗证明5岁以下，需要有注过疫苗的大人陪伴。另外，欧洲的希腊首都阿典卫城的跨年宴会宣布取消，而且2时起恢复室外到公共场所挂喙罨的防疫规定，一直继续到明年1月初3，搁看情况调整。I believe it's necessary just to cooperate and be all together again. 疫情赶快升悬的德国2月起实施严格限聚令，行政总理肖主也宣布，除了首都柏林，包括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城市，跨年宴会加大型聚会全部罚停。Zusammenkünfte sind auf maximal 10 Personen beschränkt. Das gilt natürlich insbesondere im Hinblick auf Silvester. Es ist deshalb derzeit nicht mehr die Zeit für Partys und gesellige Abende in großer Runde. 另外，英国伦敦甲苏格兰爱丁堡的跨年庆祝也全部罚停。法国巴黎乡下雷下大道的跨年宴会甲各种跨年庆祝参大型活动聚会一律禁止。意大利的罗马甲威尼斯也禁止举行跨年活动，威尼斯甚至下禁酒令。罗马所在大区也恢复吹暗令。Io sono d'accordo, anzi io sarei proprio per l'obbligo vaccinale perché comunque。比较欧洲的严格限制，亚洲的泰国曼谷、南非的开普敦、中东的杜拜甲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跨年活动拢照常举行。也毋过参会人需要提供注疫苗甲阴性检测证明。也毋过印度经过今年疫情的凄惨教训，保证政府宣布为耶诞节一直到跨年过了后，包括新德里在内，严禁举行一切宗教文化甲政治活动。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圣诞节是一年一届全球真重要的节日，各国嘛用无同款的方式当地庆祝。英国女王今年甲英国无同款，是特别悼念伊已经过身的翁婿菲利普亲王。咱教宗是呼吁大家，疫情退烧的情形之下，希望全球都要展开对话甲合作。后壁在圣诞节大顶在伊家已经过身的翁婿菲利普亲王最联翕的相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年拍布传统，留伫咧温莎度过圣诞节，讲真侪人因为疫情失去亲人。女王今年也失去陪伴73冬的翁婿，感同身受。Although it's a time of great happiness and good cheer for many, Christmas can be hard for those who have lost loved ones. This year especially, I understand why. 兴坎那堡礁教会宾占是两个人1947年结婚蜜月的回忆。女王讲，菲利普亲王过身，虽然让伊感到伤心，也无伊也受到来自全世界温暖甲善意，鼓励国人团结。伫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依照传统发表文告，伫世界各地正伫咧发生的苦难，教宗认为已经互大家体恤孤立，无愿意团结合作，希望个人甲政治都应该互相对话。La nostra capacità di relazioni sociali è messa a dura prova. Si rafforza la tendenza a chiudersi, a fare da sé, a rinunciare ad uscire, ad incontrarsi.A fare le cose insieme。一人汤北的圣诞老人，甲后面结冰的普兵讲碎了，等你边去。德国柏林伫咧圣诞节有一个传统，就是冬天受水。就算后面结冰，也是甲冰讲水落去受。Ich will nicht sagen Droge, aber man hat eine Abhängigkeit. Es ist eine Sucht, genau. 伫南半球的澳洲，一寡圣诞老人就较温暖，疫情有较稳定，来海沙堡耍的游客也变较多，体验日头光海沙堡美丽风景，加北半球完全无同的圣诞风情。虽然防疫的限制慢慢放定，也毋过世界各国依然伫咧关注有风险，真侪所在发挥创意，办做圣诞老人，鼓励大家注有风险。今年虽然又有变种病毒的威胁，也毋过真侪所在已经慢慢惯习甲病毒做伙，用新的生活过圣诞节。记者综合报道。日通客运公司伫今年10月底的时阵，捌宣布讲，包括往回斗六、北港、四湖、平阳到台北这4条路线，为明年2月初4就要停驶啊。不过公路总局出面协调了后，日通这边是表示会继续提供服务。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是拢真欢喜。
民众控股行李了后，等台客运发车位伫云林地区经营国道路线，我25年日统客运公司原本将伫明年2月14停驶，也毋过伫2时宣布将会继续营业。定坐日统来回云林台北之间的民众，本来也咧烦恼，毋知影以后要安怎坐车，即马拢放心啊。足欢喜的，无安尼我是讲毋知要坐啥物呢？伊三重遐都无方便，伊基本上伊若日统的伊拢有经过遮，所以若是这吼是对阮足方便的啦。安尼较方便哦。敢若这20几年，敢若坐日统就坐40几万的。日统客运原本进口新车辆，要换旧的营运车辆来提升载客品质，也毋过因为卡伫交通部法规无法度正式上路，才会当试办。日统就安尼，要直接放弃4条国道客运路线。交通部公路总局赶紧出面协调。为环境我们做没有关系的，没有环境我们就不做啊，要讲一个白嘛，对不对哈？要有环境啦。即马日统无停驶，也毋过除了新车辆法规问题，日统客运董事长也表示，客运人力甲偏向运输等问题，政府也爱加斗3工。我要做有我的理想目标，企业本来要提升，对，引进一寡年轻人来这平台嘛，这年轻人帮我做一个单3-4万块、3万块都会使用，对不？你也考虑出来年薪100万的啊，用好车赛啊，对不？对啊，偏向你政府买东西啊。交通部顶日先设法将阿罗哈客运留落来，即马阁成功留住日统客运4条路线，维护民众国道交通权益。也毋过还阁有真侪问题，需要政府协助，客运业者未来才会当继续营运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民生的消息。农委会宣布，为明年1月初1开始，所有洗过、经过洗选卵，每一粒卵顶管拢爱标示产地号码，还有英文字，互消费者知影讲，这个卵的来源甲生产的日期。毋过每一粒卵拢爱印，成本定就会加悬，因为卵恐价卖起价。民众到卖场来拣鸡卵，拍开包装，每一粒鸡卵顶悬拢加了2项数字甲英文字。因为农委会规定，为明年1月1号开始，就要实施洗选卵喷印溯源标识政策。民众对于会使清楚了解鸡卵的来源，拢表示赞成。因为这样有标示的话，对消费者是一种比较好的保障。不错啊，至少知道这个蛋什么时候出来的。根据农委会统计，去年全国平均每天生产2200万粒的鸡卵，其中有65%是洗选卵。为了提升生产者的管理，也有生产责任，而且降低食安风险，洗选卵甲无洗选卵会分阶段实施大粒来喷印。卵壳顶面必须要喷印洗选场，也有来源牧场的溯源编号、包装日期，也有生产方式的代号。绝对，阮就拢有啊啦。以前的甲迄个就已经有溯源、有标签，拢嘛有。伊都敢若就要叫阮就要过，迄洗选的就要逐颗喷印，搁加一遍，都加麻烦呢。不过，两人认为原本的包装顶悬拢已经有 QR code 会使查，即马加一道手续，增加的成本会反映伫咧介绍顶悬。不过，农委会评估每一粒鸡卵增加的成本差不多1角。若是食品安全会使更较有效的提升，消费者应该会使接受。记者蒋华综合报道。咱来关心这个真特别天文的消息。家己的南潭国小甲天文协会合作已经30多年啊。伫南潭国小建校48周年的时阵，中央大学特别甲因发现的第300-1500号的小行车号名，叫做南潭。这嘛是咱台湾头一届用国校的名来替小行车号名。经由老师甲志工的引导，学生用天文望远镜来看这星象。嘉义市南潭国小为着予天文教育经济，自细汉就来养成，后来设有天文台、星象听这设施，也予学生对幼稚园到6年级拢上天文课程。二个是国小48周年的校庆，学校得到一份真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中央大学甲鹿林天文台所发现的第300-1500号小行星，改号名叫做南潭。南潭国小有大学的校长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为了一颗行星。南潭国小在天文这个教育深耕方面已经做了30几年了，是非常令人感佩。所以这一个以国小为命名，这是第一次。这是台湾头一粒以小有号名的小行星，也予南潭国小校长是真欢喜，讲这是上特别的生日礼物，也真感谢中央大学看到嘉义市有一寡在天文教育上努力的人。推动天文教育是南潭国小的重要任务与使命，从幼儿园到国小6年级都有晨光天文课程，很高兴南潭能跃上天际。
中央大学拥有全国上悬的陆林天文台，是国内观测天文重要所在。挑选甲学校的名用伫小行星顶面，是为了鼓励南潭国小。而这南潭小行星大小大约在1到3公里中间，坐日头一年所需要轨道周期是5.72年。记者综合报道。搁一礼拜的时间，新年就要到啊！台北天文馆公布明年2022年台湾头一个日头光伫咧各地时间表。本岛平地头一个日头光会出现伫咧台东的三仙台，时间是透早6点10分。大员港的太麻里花园曙光观景台，陆续有游客来遮为悬的所在看向太平洋欣赏大海景。或者头向倒边看，时间若拄好，也可以当看到南回铁路上的火车通过。台北天文馆公布明年元旦第一道日头光的时间表，其中本岛平地伫东海岸三仙台是上早看到日头光的所在，时间是透早6点10分左右。也毋过最近都有游客试着伫透早到太麻里花园曙光观景台翕日头光，而且也可以当翕到火车经过。这个曙光观景台可能加做明年迎接第一道日头光的必经景点。东部的海岸线，尤其是在今天的天气来讲，蓝天白云，让你看这边山那边海，你看海又颜色那么多。花园曙光观景台伫南回公路花园段古兴道上，大海公路甲铁路拢看甲真清楚。台七台东站明年元旦也会开出南回的曙光列车，元旦透早5点53分开出竹江湖，6点开出区间车，提供予铁路迷坐火车经过花园路段，迎接日头光。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种茶花面积有15公顷，不过因过茶花敢若伫寒冷会开花尔。即马当地产销班透过改良，希望未来规年烫天，一年四季拢有茶花通好看。茶花水水，互人看了真爽神。今年受到天气影响，比过去慢个外才开花，不过品质是同款真好，尤其愈晚新正开甲愈旺。花期有点晚，但是现在的这个气候来讲呢，现在陆陆续续的，我们茶花现在是越开越好，现在其他的品种也陆续都已经开放了。如果说在农历过年那段时间的话，是等于是我们的早期的、中期的这个都衔接上了，那个时候是我们茶花开花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时段。过去干那第寒天才有茶花通好欣赏，即马透过技术改良，望未来一年四季，和茶花拢会使开花。一般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夏天太热，种花种不活。有去改良厂去请教他们请他们提供我们以技术方面的协助。现在我手上大概有20个品种左右了，20个品种，夏天的茶花，在我们台湾很适合我们台湾的气候，然后也好种。新竹市茶花栽种面积有15公顷，品种有1500多种。透过花农不断改良进步，希望更加提升茶花产业价值。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即马是网络真发达的时代，消息是拢传了真紧。为着避免假消息四界传，教育部举办媒体素养教育博览会，来展示甲民间做伙推动的成果。12月20开始，社群网站流传假消息，讲台湾开放猪笼使用300种。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虽用大文背回，澄清台湾并无开放使用300种。教育部举办2021媒体素养教育博览会，甲社群媒体、消息查证组织等等单位合作，以这方式加强民众的媒体识读能力。虽讲媒体识读课程有融入伫教育阶段，不过行政院承认讲做了也是无够。现在很多的网络上深度伪造的讯息或是影像，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分级分龄的媒体的识读教育上面，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借由这样的博览会，大家一起合作，分享经验，然后可以把不同的媒体素养的教材、师资训练，能够推广到各个需要的族群。因为看起来这个需求是有的，但是我们的能量还不足。学者嘛认为，现阶段的媒体素养教育确实也有需要加强的所在，建议除了教育，成果的检验机制也真重要。到底这的教育的成果是安怎？咱是不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咱来了解讲到底咱比如讲学生学习了，伊效果安怎？老师也接受这个培训了，伊
到底是安怎来教育？伊教育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有增加？罗秉成表示，媒体识读教育的成果，无到第期看到效果。介绍是一直行伫咱的头前，需要政府下部会甲民间团体长期合作，破除介绍是的传播，才会当提升民众的媒体素养。记者郭伟长随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4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华东地区上低8度，上悬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